乡游子来说，出外打拼最忘不了的就是客庄妈妈的味道。而感动时刻就从今年开始，要带您品尝名人妈妈的私房料理。而这些美味的食谱，我们也会同步放在脸书上，和您一块来分享。而今天的客家好味，我们将到金曲歌后曾雅君的家里，要带您一块来品尝的是曾妈妈为了挑嘴的女儿特制的梅干扣肉。金曲歌后曾雅君出生在北埔的客家庄，常常跟爸妈守着客家小店。而金曲歌后最爱吃的菜没有别的，就是妈妈的味道。曾雅君今天要重现妈妈的独家菜单梅干扣肉。其實用嘅做嘅，唔是教在買東西。係啊，一點有個湯。可能人當鹹用。食材很简单，只要半颗梅干菜，手掌大的猪肉可以做成4人份。独一无二的地方在这儿，瘦肉跟肥肉完全分开。这是妈妈的爱，因为雅君不爱吃肥肉，所以准备好食材，总是会把瘦肉跟梅干和在一块儿。不过这肥肉也没丢掉，雅君让它躺在绞肉上头，让它别有风味。依在妈妈旁边学做菜，是撒娇也是依赖。只要蒸上30分钟，属于妈妈的味道就出炉喽。很香哦。瘦肉肥肉分离，一样油油亮亮，猪肉飘香。雅君说，妈妈就像魔术师，简单的食材都会变得很美味。好的啦，好的哈，呀。表演再忙再累，妈妈的味道总是她最强而有力的后盾。出去像比如说去台北忙的时候，忙事情回来，有时候那种5、6点啊，我明明就已经很饿了，可是我还是想要回来吃饭。对啊，就很喜欢妈妈做的菜。长大之后，2个哥哥常年在外，也很少有机会像这样围在一块儿。所以尝一口妈妈的味道，就会想起小时候的幸福时光。你试看好噻？来，我试试看哈。那芥兰冇可能。有妈妈的味道，又有鹹點。我來你把多少人26岁的曾雅君希望能够传承妈妈的好手艺，让厨艺也能跟歌艺一样好。录音室里敷豆芽，金曲歌后桂冠加身。走进厨房炒好菜，客家滋味细细揣摩。一道梅干扣肉，有妈妈的爱，有雅君的情，让北埔飘散感动时刻。